話時話呢，拍片呢一下呢，世界盃已經打咗32強咯喎，唔知大家有冇通宵睇世界盃呢？或者大家睇世界盃嗰陣會唔會又估下邊一隊會贏，或者係甚至係賭波咁樣呢？嗱，今日呢集呢，就唔係講世界盃嘅賽事嗰啲，因為呢，我都唔熟足球，哈哈哈哈。不過唔緊要嘅，咁我至少都識一啲出名嘅足球球員，例如阿美斯啊、C 朗啊嗰啲。而今日嘅主題呢，就係足球圈以外另外一個 C 朗 ，TVB 新聞主播陳思朗。講到呢度呢，又要提一提世界盃喎，因為大家即係睇世界盃嘅同時呢，即係唔理係中間啊定係前後啊，會唔會順便又睇下一啲深宵嘅新聞報導咁樣呢？不過會又好，唔會又好，咁我都直接入正題咯喎。咁首先都介紹下今日嘅主角先啦。咁呢位陳思朗呢，就係呢個 TVB 嘅深宵新聞主播嚟嘅。2026年3月7號入職。咁如果以6個月試用期嚟計呢，依家呢一下呢，就應該未過試用期嘅。咁樣有乜特別啊？唔係佢話佢個樣好特別啊。咁佢嗰啲咩靚唔靚女嗰啲呢，咁就係見仁見智啦。咁我就唔評論啦。不過我最想評論嘅呢，就係佢嘅發音啊。即係我唔知咧，你對佢嘅廣東話發音呢，會唔會有咩感覺？不如我抽查其中一個片段俾你聽下先啦喎。有宏福苑居民話，尋晚見到屋苑單位有燈光晃動，懷疑有人爆竊。警方話有3個負責加固工程嘅工人涉嫌偷竊被捕，已經起翻金器等全部贓物。警方再到唔同單位搜證。政府表示高度關注事件，要求引入加強措施，今個月內公佈居民返單位執拾嘅安排。大家覺唔覺呢？佢啲發音呢有啲怪怪地啊！即係話我唔知係有人話佢係嗰啲咩葵芳腔啦咁樣，咁我聽落去都覺得唔知係嗰啲咩閩南話啊，定係話潮州話嗰啲口音嚟嘅。咁舉個例子啊，個燈光嘅燈字，佢就讀成嗰啲咩釘咁樣，即係感覺上佢嘅音會係好扁咯。你唔知你覺得會唔會呢？仲有個密字啦，佢就讀成咩，即係類似即係 meet 嘅過去式 met 嗰個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呢，佢將成個 A 音讀成好扁，讀咗成個 E 音咁樣，唔知你覺唔覺啊？可能呢個時候你就會話啦，個個新人都係咁上下嘅啫。如果有咩發音唔準啊，讀得慢啲啊，讀得騰雞啊，都好正常啫。你見依家嗰啲高級新聞主播咩周可欣啊、黃善可啊，啱啱入行嗰陣都係咁上下啫。嗱，我明嘅，唔係唔俾容錯率俾嗰啲新人啊，但係佢嗰種發音啊，即係完全唔似一個純正嘅香港人嘅，你都聽得辛苦啦，係咪啊？即係頭先我舉嗰啲例子咩，嗰啲燈字啊、密字啊，即係如果老實講，如果冇字幕嘅咋，我真係會估下佢想講啲乜嘢嘅。所以問題就嚟啦，依家大家就估下，佢就係咪嗰啲咩外勞嚟㗎？首先講到明先，我就唔係話一刀切去睇死嗰啲外勞啊嚇。事實上 TVB 嘅新聞主播呢，都有係出過外勞嘅。咁最出名大家記憶猶新嘅就係嗰位利君雅啦，巴基斯坦籍嘅。甚至我都好想讚佢嘅，喺呢個全球種族歧視嘅世界呢，佢依然係好堅強、好倔強。更加重要嘅係呢，佢嘅廣東話發音呢，真係似翻一個純正嘅香港人。即係至少你同嗰啲傳統嘅新聞主播嚟比較呢，你應該唔太去聽得出邊個係利君雅嘅，邊個係嗰啲純正嘅香港人嗰啲聲嚟嘅。不僅如此，更加記憶猶新嘅就係佢喺2019年721嗰日呢，即係追問記者，即係追問到爆屍咁滯，即係你追問到即係嗰日啲警察去晒邊啊，類似咁嘅意思。不過點講都好，我真係好佩服呢個利君雅主播，至少佢喺呢個種族歧視嘅呢個世界，依然可以立足香港嘅新聞界，真係一件非常唔容易嘅事。咁翻返嚟陳思朗嘅問題啦。咁話說呢，咁政府近排呢就推出呢個輸入外勞，咁包含咗咩行業呢？咁就建築界啊、餐飲零售啊，甚至我哋車長都有啲外勞㗎。即係我同嗰啲師兄師姐傾偈嗰陣呢，一聽佢哋啲廣東話呢，就知道佢哋係咪外勞嚟嘅定係本地人嚟嘅。甚至對於乘客嚟講呢，都有方法呢去判定嗰個司機係咪外勞嚟嘅喎，唔係睇佢手車係快定慢啊，而係睇巴士上面嗰個熒幕啊，都會顯示乜嘢車長為你服務噶嘛，佢會顯示個姓氏噶嘛。呢個時候呢，就睇下佢英文嗰個姓，睇下佢係廣東話拼音定係普通話拼音。
例如如果係黃車長，即係黃色個黃啦，如果佢英文顯示 Wong WONG， 咁就一定係本地人嚟嘅。咁如果佢顯示黃 HUANG， 咁就一定係外勞嚟㗎啦。仲有嗰啲你見到嘅一啲奇奇怪怪嘅姓，或者你聽都冇聽過嘅姓呢，更加唔使諗嘅，一定係外勞嚟㗎啦。好啦，又唔知唔覺越講越遠啦，翻嚟啦。咁啊，對於陳思朗嚟講，聽到嗰啲發音，大家就聯想係咪嗰啲外勞嚟㗎？唔通依家咁犀利，連新聞主播都開始輸入外勞？即係大家都知嘅，對於一個新聞主播嚟講，對於發音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。我唔知班友係咪呢？即係有發音更加正嘅就冇請到，就請咗呢個呢？定係話新聞主播呢份工真係太辛苦啦，辛苦到冇人做啊，請唔到人啊，結果要焗住請翻呢啲發音冇咁準嘅人呢？嗱，呢樣嘢真係新聞主播都要輪更嘅，有分早更、中更、夜更、通宵更，而且大部分嘅新聞主播佢唔係翻死同一個更份嘅，佢要輪更嘅話咩意思呢？即係話今個星期翻早更，下個星期翻夜更，再下個星期翻通宵更都唔出奇嘅。甚至我哋車長都冇咁誇張啊，即係話我哋可能一啲長翻早更，又可能偶爾一兩個星期可能會調下夜更咁樣嘅啫。佢哋唔同嘅，一年四季都要輪住咁樣做嘅。仲有我睇過一個資料就係呢，每一個更份呢，佢嘅對應嘅瞓覺時間都唔同嘅。咁你就變咗成日去要適應嗰個唔同嘅一個生理時鐘，你諗到都辛苦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對於嗰啲後生仔嚟講，邊個想入行啫？如果話嗰啲後生啱啱大學畢業嗰啲啊，一早已經揀咗嗰啲做寫字樓嗰啲白領啦，係咪啊？咁剩翻都係嗰啲咩年紀大啲、成熟啲嗰啲啫喎。嗱，呢度又有個地方好尷尬嘅喎。咁你話嗰啲咩餐飲啊、零售啊、車長啊嗰啲，你嗰啲咩請嗰啲50、60歲嗰啲咩麻甩佬啊、阿姨啊咁咧，嗰啲唔會有人有感覺噶嘛。但新聞主播就唔同喎，你邊個想會見到一個50、60歲嗰啲咩麻甩佬啊、阿姨去上去嗰個電視面前報新聞㗎啦？我諗大家都會比較期望見到，即係唔好話好靚仔、好靚女嗰啲，即係起碼20、30幾歲可能正常樣嗰啲人啦。所以喺某程度上，新聞主播嘅人手情況就兩頭不到岸。後生仔冇人做，老個派呢又對於個新聞嘅形象又唔太好，於是點算呢？本地人唔做，咪外勞做咯。嗱，我唔知新聞主播會唔會呢幾十個人爭一個位咁樣，定係話有手有腳都請。不過點都好啦，起碼大家知道做新聞主播係辛苦嘅。你唔好睇呢嗰啲咩電視機面前嗰啲坐喺嗰個熒幕面前呢，好似講到好輕鬆咁樣，好似一啲表情都冇咁樣。但實際上呢，佢哋嘅辛酸呢，比好多其他工種都更加辛酸嘅。仲要呢，嗱，呢度補充個知識點嚇。嗱，通常新聞主播嘅新人呢，通常都會調去呢個通宵更嘅，因為通宵時段雖然依家世界盃啦，但係一般嚟講都會係比較少人睇新聞嘅。咁變咗就係你犯任何錯或者做錯任何嘢都比較唔容易俾人發現，所以通宵更就變成一個新人練功嘅機會。等佢哋練熟咗之後，先至調去正常嘅早更或者夜更。呢個位啊，淨係日夜顛倒都唔知要捱幾耐啦。通常係捱半年試用期啦嚇。不過你諗翻，其實唔嘢少嘅喎，咁樣長期日夜顛倒，就算俾你捱得過嗰半年通宵更，其實做新聞主播個體力消耗都係極大嘅，要長期去面對嗰啲燈光啊、鏡頭啊嗰啲嘢。所以你見新聞主播就好少可會有人做20、30年咁樣嘅，通常都係做2、3年就轉工走人咁樣。好，又翻嚟呢個陳思朗嘅問題。嗱，我知道拍片呢一下佢都捱咗3個半月，差唔多4個月啦，其實都已經唔容易㗎啦。截至今日佢都仲仍然係做緊通宵更，仍然未喺呢個早更或者夜更出現。不過對於電視台嚟講，其實啲培訓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呢？喂，頭先我講嗰啲字都唔算係啲僻字嚟㗎喎，都發音都可以咁唔正咁樣。定係話啦，最近呢電視台嗰邊都慳皮嘅咋，慳嗰啲培訓時間，將個所謂培訓嘅成本呢就係不斷壓縮。可能呢一啲新聞主播本身都未培訓到位，就直接去上位報新聞，導致近年新聞主播嘅質素越嚟越參差。不過我都明嘅，呢個問題短期嚟講，以依家嘅社會結構同埋 AI 嘅出現，其實都好難解決㗎啦。話時話呢 YouTube 都有好多頻道呢，依家用緊 AI 嚟做配音㗎啦。爭在就係唔知幾時新聞主播都可以全面用 AI 取代。
我知道呢，做正常嗰啲配音啊或者讀新聞呢已經唔難解決嘅啦。不過如果面對一啲嗰啲咩突發新聞啊、最新消息啊，佢真係搞唔掂咯。所以都係要人手嘅新聞主播頂住檔先。唔知呢啲技術性問題幾時可以解決呢？